I've had more people ask me to have a third term, which is in a way a fourth term. 2025年3月30號，特朗普喺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嘅訪問後，對記者談話，主動提及自己尋求第三個總統任期唔係講緊笑，又聲稱有辦法可以做到呢一點。由於特朗普喺選舉期間曾經向支持者講話，選完呢一次之後唔使再投票。You won't have to do it anymore. 4 more years, you know what? 但亦都有支持者解釋話，佢只係表達國家會步上正軌，係唔係投票就唔係咁重要。而一啲佢嘅幕僚，例如前顧問巴農，亦都喺最近公開支持特朗普2028再參選。I, Donald John Trump, do solemnly swear. 所以本來就有好多人擔憂特朗普會嘗試突破兩任嘅限制，但今次係佢至今為止最直接暗示自己可能再做一屆嘅言論，所以引發咗輿論高度關注。美國憲法第22條修正案明文規定，無論係唔係連續，美國總統最多只能夠當選2次。如果曾經代理總統超過2年，亦都算已經做過一任，最多只能夠再當選1次。所以特朗普理應係唔可以尋求第3個任期嘅。但其實憲法唔係冇漏洞，第22條修正案指任何人唔可以第3次被選為總統。條文只係禁止咗再次當選，冇明文禁止到其他方式成為總統。如果特朗普真係要尋求第3個任期，可能會採取咩辦法呢？經我哋歸納，特朗普如果想喺第2任期結束之後繼續掌權，主要嘅方法有3種。第一個方案係直接修憲，移除連任嘅限制，但係修憲程序極其繁瑣，門檻非常高。首先必須要由國會兩院2/3嘅多數通過修憲提案，目前共和黨喺眾議院先至啱啱好過半，參議院100席入邊亦都只有53席，跟住又需要獲得全美50個州入邊嘅3/4，即係38個州嘅州議會批准，而目前共和黨淨係控制咗28個州嘅州議會啫。過去美國歷史上有超過1萬項嘅修憲提案，但真正通過嘅只有27條。上一次係30幾年前嘅1992年，再上一次仲係1971年添。有憲法學者就指出，呢一種修正案其實係冇任何可能達到所需嘅門檻。第二個方案係特朗普可以支持一個忠誠盟友參選並當選總統，然後佢就可以喺幕後實際掌權，即係培養一個傀儡總統啦。俄羅斯總統普京就用過呢個方法。2008年，因為俄羅斯憲法限制連任，普京將總統嘅職位交咗俾梅德韋傑夫，自己改任總理，直到2012年佢再度當選總統為止。1966年，阿拉巴馬州已經連任咗2次嘅州長 George Wallace， 亦都派咗自己已經重病嘅妻子參選，選後之後再以頭號助理嘅非正式身份垂簾聽政。如果特朗普行呢條路，佢可以支持自己嘅副總統曼斯或者其他親信參選，然之後實質上執政。雖然佢唔係總統，亦都可以透過非正式嘅權力控制成個政府嘅決策。仲有一條自己唔選而成為總統嘅路，就係先做副總統再繼任總統。根據憲法第12條修正案，副總統人選必須要具備總統嘅資格，但呢個總統嘅資格究竟只係要喺美國出世、年滿40歲，定係仲未做過2屆總統呢？已經做過2屆總統嘅人，佢冇擔任總統嘅資格，但係有冇競選副總統嘅資格呢？呢一點可能即將會成為爭議點，可能需要最高法院嘅裁決。假設法院判決特朗普仍然可以參選副總統，佢就可以喺2028年作為曼斯嘅副手參選，然之後由曼斯辭職讓位，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，甚至曼斯唔需要讓位。第25條修正案允許總統主動聲明無法履行職責時，由副總統暫代總統嘅權力。所以只要總統曼斯喺上任初期就聲稱自己暫時無法執行職務，特朗普就會即刻成為代理總統，擁有實際嘅權力。特朗普上任2個月動作頻頻，上任首日就簽署咗過百項行政令，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. 大規模赦免超過1500名1月6號國會騷亂被捕者，推動大規模移民驅逐行動，再次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同埋世界衛生組織。We need Greenland. 聲言要從丹麥手中奪得格陵蘭。之後，馬斯克領導嘅 Doge 大量咁解僱聯邦僱員，宣布廢除聯邦教育部。We're going to charge them 46% tariff, 64% we're going to charge them. 近日特朗普政府仲對各國大幅咁提升咗關稅稅率，而家仲未到上任8日，佢又提出咗要尋求第3個任期，所以佢係咪認真嘅呢？
Am I allowed to run again, Mike? 可能佢唔係認真要選第三任，但係認真要藉此達成其他嘅政治目的。有法律學者就話，特朗普此舉可能係展示緊權力，延續佢嘅影響力，透過表示有意做第三任，避免過早進入第二任期嘅跛腳鴨狀態，維持佢對自己支持者嘅動員能力同埋對國會議員嘅號召力。I'm a very flexible person. Maybe I'll do it, maybe I won't. 另外，特朗普以各種虛虛實實嘅發言製造不確定性，亦都係佢固定嘅行事作風啦。而家大部分嘅評論都仲係認為特朗普嘅言論係政治姿態，唔係認真嘅規劃。而假如佢真係意圖留任，除咗國會同埋修憲門檻之外，仲有各州選舉機構同埋法院等等關卡可以阻止。美國總統選舉登記係由各州政府各自負責，但係爭議最終好可能喺聯邦最高法院解決。有憲法學者認為，就算最高法院而家係保守派佔多數，仍然唔會支持公然違憲嘅第三任期企圖。不過，特朗普就算只係虛張聲勢，佢公然談論可能嘅第三任期，本身就已經跨越咗美國民主制度嘅一條紅線啦。